给弥陀，小暖给你跳，因为给温度度度好。爱的梦想，自在轻松，本来因为嘛该就不是错，简单最好，从今米就好，平安航道一早安静角落。人生嘅方向，爱看无马道，从情一站生命巅峰，洒洒出招，落去天堂，都了解桥路深一点轻松，红山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幸人生一早细细嘅希望，爱航通。关起世界错也很错，本爱一站巅峰，感多一点轻松。搞屁呀！这些都不用通知一下。明明就是阿川老师自己把通知单弄丢，应该是他负责找场地给我们练习啊。为什么要我们牺牲假日出来帮忙啊？小雅动作是偷来的。小雅怎么说啊？他关机了。这好像是小雅的脚踏车哎。那他都来学校了，干嘛不到社办跟大家一起开会啊？是没脸见人了啦。那小雅吗？小雅。林秀雅，你在干嘛啦？下来啊！哎，下来啊！有什么事慢慢讲啦，用讲的嘛。下来啊！小雅，你下来了。有话好说啊！哎，不要闹了，下来啊！不要冲动啦。你不用讲的，我们不会怪你啦。李秀雅，你秀雅是白痴啊！为了这小事想自杀，你搞屁啊你！我刚刚，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伙伴。哎，来，泡茶。李松爸，你莫麻烦了，我只是过来问一下，你昨天在电话里麻烦您帮忙的事情怎么样了？既然佢驗出來嘅，佢床條問題沒問題啦。我用佢叫就用佢叫，唔怕，好，專業哦。案子誰？李松爸，案子誰？案子誰乜㗎？案多年啦，離開我生意啊，全部運通啊，全部人都係職業，啊，他個富強啦。是啥？李總爸，唔知一下方不方便就去看一下場地啊？哎，好啊，剛才橋都擺專業好嘛？不需要麻煩了。如果那邊 OK 的話，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唔怕啦，冇隨便茶當啫，難得來啊，隨便茶。我才不会那么笨嘞！自杀又不能解决事情，而且还会让那么多爱我的人伤心难过，所以我才不会去自杀嘞。谁爱你啊？那你跑去顶楼干嘛？那个，我原本是想来跟大家道歉，可是到了学校又很担心，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原谅我，所以就跑去顶楼。谁知道最后被你们误会？可是我很开心哦。Kia， 你还开心嘞？害大家担心成这样，你还开心哦？不是啦，我说我很开心，是因为你说的那句话。你说你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伙伴了，还有你们在乎我，所以我很开心。你放心啦，我们不可能原谅你的超级事件啦，还有我们会原谅你。
单哦。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原谅我，我还是希望能尽一份心。请问，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找场地吗？当然可以啊。喂，无奈哦。还是有其他办法吧？真紧哦。好，我听恁歌戏哦，按姿势，按姿势。文叔说，他已经帮我们找到场地了。走，我们去看适不适合。走。同学们，这里就是你们练习场地了。哇！你董事怎么办？杨明真运董事好呢？好不呢？很姿势。多亏税金钱，这里就随便你们用了。我按姿势。嗯。来，同学过来这边，集合一下。我们呢要好好的谢谢温叔，帮我们找到这么棒的场地。来，预备，来。谢谢温叔。不客气，比赛当天我一定看你表演的，你们好好加油。好，阿川老师，我有一些话想对大家说，可以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吗？哦，好啊，来。对不起，我知道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也知道我没有资格求大家原谅我。可是，我真的好喜欢跟大家一起流汗，一起大喊，一起努力的感觉。我也拜托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原谅小雅，让她继续留在企鹅里的。李秀雅，你是白痴哦！就让跟我们一起找场地了，就代表原谅你了啊。你这边哭屁啊！谢谢大家，我一定会努力想好最棒的 ending 动作的。不要了，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就已经得到一次教训了，不会再犯了啦。好了，小雅，老师相信你。我也相信你。谢谢大家。你要跟我说什么？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发那么大的脾气。到底要怎样你才可以原谅我？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这样子我很难过哎，这样我好像觉得回到以前那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没有怎样，我只是有点生气而已。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会违反社团规章，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你确定？那你帮我想 ending pose。那如果你没想到的话，就去我家把菜园翻一遍。可以翻10遍。你确定？你答应那么快，是不是已经决定要放弃了？才不是嘞！哦，真讨厌，走，回家吧。Ending pose. Ending pose. 进来做麦。钟先生，歹势啊，爱伫这间日本转来了后，爱对因的态度都无蛮好。拜托。来拜托，转来契合你的好无？不过，俺要本做教练啊，因为头摆有讲过啊，伊个啦啦队杭州的伊个教练，古上，俺想要唱来做大家的顾问。我无爱，帮我做组地啊，不过唔系做顾问，也唔系做教练，我做助理教练就做得嘞。真劲哦！反向转来。成功你还会多？错啊！你好家体育馆有在涨啊，古说。爱弟。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多，两只猥琐，轻轻声一只细细的希望。我们大家用掌声来欢迎我们契尔里德的助理教练方老师的加入。一直看另外一个朋友胡亚变成成为助理教练，那风水就是这样一种。
我比较好奇是川哥怎么说服冻豆腐的啊？好，方老师，你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讲吗？哦，那同学有没有什么疑问要问方老师的？仔仔，马上就要比赛了，可是我们都还没想到最后的 ending， 不知道老师可不可以帮忙我们？这个问题我帮不上忙。企鹅里的是属于大家的啦啦队，比赛内容应该由大家共同来构思啊，这样才有意义，不是吗？就怕一直想不出来，最后根本上不了台。如果连你们自己都不相信企鹅里的，那就不用浪费时间比赛啦。哎，那冻豆腐一直都这么奇怪吗？我们企鹅里的本来就跟其他队伍不一样啊。习惯就好了。期待看到你们设计的动作。那天我们不是有去戏曲学院吗？如果把他们的毯子功加我们流程里面，会不会比较好啊？他们还有那个什么靶子功，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些东西都加在企鹅里的表演上，这样一定会加分啊。那会不会太难啊？就算真的让你加进来好了，我们也做不到啊，那不是白搭吗？冻豆腐不是说有自信吗？没有信心就不要比啦。两码子的事情不要扯在一起好不好？哪里不一样？不是都自信的问题？你现在怎样啊？好了啦，你们两个不要忘记冬天夫说了，团结都要比赛嘞。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把那些东西加在表演上啊。至于你说的困难度，我们可以挑一些简单的来做啊。而且我们是企鹅里的，什么是困难啊？我赞成麦子。我觉得这边可以做那个水吧或是牛角，觉得呢？那旁边的组别可以做单股荔枝跟双股荔枝啊，这样画面看起来比较壮观后面可以再接那个女生侧翻、男生侧翻内转。这样的话，后面可以多一组空抛啊，上层可以做后空翻，应该可以加分不少还有金字塔还没有做啦。对，男生可以接上，然后接下来是小雅，要投小雅的举手。不用看分知道了。1、2、3、4、5，5票。再来是麦子，要投麦子的举手。没有。连糖糖都投我，兄没对3个女生越来越多票。好，现在投票结果出来，很明显是麦子组这一组当选。问到了啊，就不用选，叫你们投我们吧。看你的字就知道你输定了。那我们现在开始就以这一组的设计当我们的 ending pose 哦。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那我们开始喽，来练习吧。先给我这边预备 ，ready one， 小心了。先下来。接手，ready one，2。蓝红阿军，你们下次用抛的，然后中层要再有默契一点。好，大家加油，我们再试一次，来。真的好累哦，不知道修改动作来不来得及。没有啦，我开玩笑的。既然这是我们选择的，当然是要坚持下去啊，这样才拉回队的精神嘛。你这是掉下来是因为我掉过他们两个应该用接他的脚底，对，丢出去，然后下面的不要接，抛倒是还好，我觉得是他们中层没有接住脚底，就是接住脚底他就可以站起来。唱高，那叫冇问題嘅，做條睇架跟下練習。你還叫我用
甲迄叫哦，之前就得了足底筋膜炎啊。跟迄真钱啦，若有翕文是同款，身上就讲无问题啊。那就呛医生开证明啊，看到证明啊就不能联系。怎么搞开证明啊？你阿情形唔系医好的，迄有用诶，唔但呛因，其他喙也要停电出事。佮身上就讲来叫无问题啊。妈个，你呛身上开下证明不用的喏。哎，比赛就要多人唔是练习吧？还有啦，你要传过去教练，又唔兴，就买管。今日真巧得要死哦！安子生，要个 ending pose， 你让我按管哦。错啦，用你专业来看哦，也哈无买时间呢。该条生意呢，敢做会到？杨伟，你重新记得哦。咩唔系啦，外地人嘅观念哦，迄种我一本细年复习，我对这个新嘅东西负责。我也喺得是有安全嘅问题。你还记得去甲偷嘅，啊，细年就要去甲去开，你迄人做得老记得给听的。没错。既然讲到安全。妈个去甲有伤，你莫讲，但讲会出。迄个银行迄个厅本地松草，迄发生妈个事情，你就要去甲去看。早。谢子怡，身证明有带吗？我初本有去啦，不过记得休息的呢。还有啦，甲医生证明交本传过就好诶，做嘛交本？哎，叫证明冇问题啦，比赛就在多人，还唔是练习吧？相信哎，证明冇问题，唔信你看啊！你看，哎，叫证明冇问题啦。你去听诶。不忙个老太也强下练啊！而家讲的要错啊，比赛要多咧，无买时间好练咧。假使讲哦，伊啊唔老太也强下练，真经个负唔差咧。幸好啦，我之前有答应过去。你喺教练，你记得听就好。唱歌。安子生，
今天我问我自己，明天在哪里？失去方向，停在原地。生活信义行于君子，而行路失于小人。行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信用跟道义是对君子施行的，而刑罚跟杀戮是对小人施行的。都是独一无二的星星，在每个角落绽放光明。好了，我们讲到信用道义，而我们难免有恐惧，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害怕永远又在失去那伤。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两只猥琐轻盈线，一只细细的希望。你来啊？你有忙身哦？差唔多呀，总爱。无啊，硬想个人讲啦，加田园的比赛哦，无紧张啦，如欢欢喜喜，准你搞就好咧吼。阿川啊，我喺人讲啊，你田园嘅比赛哦，莫紧张啊，欢欢喜喜，准你搞不错嘅。你下个花哦，迄个人讲人错。我哪有紧张啊？好水，好，加油！伯公，今晡日迄个着企鹅里的T100个比赛，希望做得问大家顺利平安，拜托。小妮啊，平常哦，免目睭擘黑啦，请爱希望哦，
根本去比赛，做这本来就，赢得好看，赢得漂亮，安尼就好嘞。你儿子跟女生在一起哦，去搞本年哦。我看哦，总爱上瘾呀，压力动态诶。做嘛来啊？迄体育个比赛啊，用迄买女生太师哩。根本赢迄女生太师啊？咩迄啦？不过，因为记得董天夫还有阿春讲个啊，输也无买创业啦，最重要嘅迄因为千里去完成梦想啊，讲错吗？啊，一般没有制服哦。妹妹，咱迄唱歌，除非去大熊家要看哪个？一半，你等下就跟大雄好好欣赏我们的表演。还是来去观众席啊？哦。谢子毅，你跟我出来一下。高鹏来。你用的喏，那我用用啥看起来面白白的。来，各位同学，大家排好，我帮大家拍一张上台前的纪念照。好，来排好，来排队。来，女生在前面。来，扶来，快！来，大家靠近一点哦。来，前面的同学麻烦蹲下，好不好？好，来哦，准备喽，排好。吴哥，你在找谁啊？又赢阿川了，怎么看他们？哦，那个动作服把麦找出去了。发现我拉队比赛要开始了哎。我看我先去找他们好了。那我们还要拍照吗？没关系的，我们先拍一张嘛，好不好？来，拍好了哦。好，准备哦，来，1、2， say cheese。你条件出来，比赛不好意思耶。用诶，我个事。唔定也按用去，当本是问题无？现场没有人有讲过诶，你也做唔得比赛，做唔得运动，你按硬好。爱丁对这支啦啦队真动热情，要当上爱老年的伙伴，向下比赛，向下表演，呐喊。唔讲爱闷啦，唔上歌无？假使唔去甲做爽是酸的哦，假使唔开片里面做爽，我用个伞哦。你今日做嘛个洗浴的无？
就系因为企业里头伫尾每一个人都系俺朋友，俺无想也无可能反去就错爽啊！川哥，俺叫真嘅无问题，俺拜托你帮俺上比赛好无？川哥，你上心来啊！你唔系上心唔上心嘅问题，迄讲你咩唔错咧？迄讲人家身体骗你咧？错不你做会到，无代表劲不你做的。唔通挨到佢花就算咧，你身上嘅花咩唔通？上都无上，坚持去比赛。好，就算你劲不你靠腰会完成比赛，佮未来咧，你要用什么来叫？你就唔怕你叫永远就唔会好，你就唔怕你永远就无法突练竞技啦啦队。你咁係唔愛嘅？唔着講嘅愛都啲，愛都有上過。為了揾用愛不管，對我來講也係當係最重要嘅。從細到大，我冇好好嘅認真嘅去完成嗰一件事情，特別係遇到困難，我都會強勢派冇去做，鼓手我哋都會暗示派，做埋嘅事情都做唔到，做唔上。我冇想我永遠啊聽你，我冇想我永遠做人嘅屁公弟嘛。嘿，你哋嘅叫，我都唔強嘅，你哋嘅叫乜嘅喏？就廿100，我本來100起飛，本來一種係世界上會做嘅事情，好冇？也係愛叫，愛啲愛用嘅行。就要到契尔德上场了，我们还是赶快进去吧。包包里有水，上场前记得暖身。你讲的冇唔错，也许不爱做我哈口累了。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两只猥琐嘅人生，一只細細嘅希望。你别溜，那金钱哦，你一定会坚持原则，大戏也不会让妈给上去比赛。哪一单就会按呢？你莫老多去甲东了紧啊！其实我也没有很喜欢他啦。真嘅哦。
赢得过啊？不用担心，大家尽力就好。全体集合！来，集合！还记得我跟你们讲的3个原则吗？安全、信任、团结。为了企鹅里德，也为了大雄，来，企鹅里德 ，Let's go！ 预备啊！
阿川老师又跟幼儿老师告白了吗？真的假的？真的啦！那天表演赛后，我在后台亲眼看到的。哇，川哥真是越挫越勇。屁啊，明明就是欲求不满，冻豆腐也咬下去。哎，不准这样说幼儿老师啊！啊，本来就是没，又冷又硬。哦哦爸爸。其实我觉得阿川老师跟幼儿老师蛮配的啊，一个冷一个热，刚好可以综合。哎，你都不顾你的小温表叔了。哎呀，我的小温表叔那么帅，不怕交不到女朋友啦。哎，你们还记得吗？当时是谁跑来跟我们说阿川哥跟东天夫告白的？是大雄。那天我们看练习影片看到一半，大雄还冲进来，还差点把门撞坏。对对对，他还把门撞好大声哦，吓大家一跳。帮幼语老师送鞋那一天，大雄要买宵夜请大家吃哎。对啊，不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大雄都是第一个想到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他唯一的朋友啊。可惜大雄没办法来参加比赛，他一定很想在全国赛的地板上翻后空翻。兰农，你还记得不？我们第一次救大雄的时候，喂，可以借一点钱，买书充实一下知识。这又屁股又快没烟了。转过来。哎，他们是我朋友，如果你敢动我，就等于动他们。其实我一直在想啊，如果他没有认识我们，就不会参加啦啦队，就不会遇上那些小混混。或许吧，但他过得很快乐啊。对啊，活得快乐最重要。对啊，他终于挺身而出，做了一件他永远都做不到的事。这就是属于大雄的勇气啊，不是吗？哎，好了好了，早上虽然不用练习，可是你们还是要上课啊。走吧。走吧。是谁？你在干嘛？走了啊。哎，爱吃的吼，很感像永远的配角。黑宫漫画速度跟主角啊，不管前面被多少人瞧不起，但最后他看散盲，就做得赢。不过，他给他散盲很久嘞，却连下一场比赛的机会都没有。俺不按你凶诶，爱吃豆做得了太假，像那比同梦想去边，开歌场哦，站在最上游嘅。你没麦子吧？麦子上没按永共发的。白痴啊！好啦，你没声音啦。这个老朋友哦，跟我跳啦啦队，正义。明年我一定要继续参加比赛。明年我一定要拿冠军当主角。哎，没失眠吗？哦，我请客，我请客，我先去拿钱，你到底先点哦。好啦，你慢慢来啦，我脚走不快。好，拜。
爱甲错也系唔错，本爱已占巅峰，感多一点欠索。爱吃到大条命给人啊，较尾本人记得。不过，迄拿到签名的命给，记得行路没有缝诶。但是哦，你迄用眼啊天意，给主唱打出去伫尾度嘅配角皮角啊，真人懂少年无记得。不过呢，不管你迄拿到天意、天意，还迄签名的命给，只要你的人生活得精彩，这样就有意义了。表演结束，并不是结束，其实现在才是契尔里德的开始。Yeah, someday it's time to hardcore. Let's go. 两个爱追其他的，另一个开始的 sunset， 是我书包啥都有 say hello， 等你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蹈 ，Give me phone call， 爱你容量变成不tango go， 爱慕咪 say 爱慕咪，爱追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动不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get it Sunday, come on, 亲爱 Sunday。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嘞，最好黑的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Yeah， 你讲的冇唔错，我是不爱做过。半个一个 word， 想象力的，看到地都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黑，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嘛唔想做唔好势 ，It's time 时间到嘞，拍摄係愛需要快體嘞，愛最鬧 Monday， 唔錯嘅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輕鬆，不用慢一點，到唔了 Thursday， 最後嘅 Friday，Saturday，get it Sunday，come on， 親愛 Sunday。Hardcore 嘞，我小愛 hardcore 嘞，最後係的hardcore。你講的冇唔錯，我是不愛做過。Hardcore 嘞，我小愛 hardcore 嘞，有冇喊忙 hardcore 嘞，我小愛 hardcore。